电动公车碳交换性的计划，是我们市府非常重要的这个低碳绿能城市的计划之一。那我们会这个配合2030能够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这个政策，我们持续的来跟中央来申请补助，然后也谢谢科业者的这个大力支持。我觉得它开起来比较舒适，然后加上它有一些其他的设备，像前面这个，它是如果你眼睛可能稍微眯起来的时候，它就会跟你讲说，请要专心开车这样。那还有前面几个是，如果说离前面车子太近的话，它也会有警示。就是这个钮按下来，它就退出来了。退出来之后，拉出来，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上去了。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重视城市的永续发展和低碳运输，预计每年汰换30辆以上的电动公车，逐步实现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继西北地区的中干线公车全面电动化之后，市区5路电动公车也正式起航。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未来也将持续推展电动公车到其他路线，逐步达成台南在2030年排碳量减少20%的目标，让城市空气更好。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那我们知道，节能减碳、低碳城市是台南市发展的目标。那我们总共补助了30辆的电动公车，总共中央补助了388万，台南市额外再补助150万，所以说可以说补助的额度是相对的高。但是为了我们洁净的空气，为了我们低碳的能源，为了民众能够有这个搭乘的品质，我想这笔经费我们还是必须要花的哈。那我希望说，接下来在2022年，还有今年，还有接下来的年度里面，我们陆陆续续配合中央的政策，建置更多的电动公车，能够让我们公车，大家传统对的公车那种这个乌贼车啦，或者是说那种柴油大巴造成空气污染的那个问题的刻板印象，能够从根开始来把它破除这样子的部分。公车以后就是干净能源的象征，公车以后就是快速便捷的象征，公车以后就是舒适好搭乘的象征。我们希望说，接下来大家都来爱用我们的公车，爱搭乘我们的公车，也减少我们的交通拥塞，也减少我们的空气污染。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2月9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中央配合宣布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解禁以后，就引起真济讨论。对此第一时间，市长委贴面对记者的询问，嘛表示就事论事，尊重中央检验的专业，为民众严格把关。至进口业者甲消费者嘛，拢乐观其成，交予市场自由选择。经营进口食品已经40档的公司，其中因为台南人对日本品质的认同，特别是对食品安全的严格要求，所以该店6-7成以上拢是日本货。面对配合中央宣布日本福岛电5县市的食品解禁，已经当开放进口。业者表示，根据伊的观察，近未10档来，其实民众过去嘛未看产地来源，对日本的接受度就是真悬。加上产品不断换新，目前敢若日本货都有3000种，所以以后就是配合贸易商大量进口，类似过去热销的巧克力卷、罐头甲泡面等等，让民众自由选择。这样子的情况下增加选择性也是不错的啦，因为消费者自己有选择的权利啊。对啊，他们如果有疑虑的话，就在观察看看啦。其实如果是没有疑虑的商品先开放我觉得是可行的。做食品这个，其实台湾跟日本贸易这么久了，日本的食品其实应该疑虑是对台湾人会比较小了，对啊，因为其实已经使用这么多年了，对啊。那你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都没有在
在阻挡这种核食品呢？如果台湾再继续阻挡下去，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觉得还好呢，会购买的还是会去购买它。你会看标示吗？会啊，还是会稍微注意一下。政府它把关的好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面对地方乐观其成，其实市长吴伟霆伫中央宣布福岛五县市的食品解禁会当开放进口的第一时间，面对媒体询问，嘛表示就事论事，尊重专业，因为伫严格检验机制之下，针对的毋是倒一个所在食物，而是到辐射物，相信中央有能力把关。我们针对的是辐射食物，而不是这个福岛食物。所以说，过去在禁止5县市的这个食品进口的那些年来，其实我们都检测的机制都还在。现在如果让这5县市的食品进来，其实我们检测机制只会更严，不会更松。所以是针对的是食物有没有辐射物，而不是说哪些地方来的食物。而且全世界只有台湾跟中国大陆2个地方是禁止那5县市的食物的。现在所有日本产品背后一定拢有标示产地来源，所以民众日后若顾虑，买当依照标示来选择。但新闻管及何长芳采访报道。为伫汤吉中公园进前的消防局中正分队，对春节期间伫建筑外墙挂上1200粒的花灯，吸引真侪人潮观赏。第7大队表示，花灯的展览除了有防火救灾宣导主题，有火神爷保庇平安的意义，同时也有来自日本群马县的花灯交流，邀请民众不妨把元宵进前前往观赏。春节期间，台南市消防局中正分队每晚8点到9点的集合点灯，根据统计，每一天都有100外人打卡。到场参观的人潮更是高达400-500人，相当的成功。消防局第7大队为了推广防火防灾意识，拢加真脑汁。今年特别结合树店武庙办理创意的花灯展览。透过各级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制作，为下高级业务防灾、消防救护、车辆装备器材等主题相当活泼。由警义消家己亲手动工挂伫分队，希望保庇市民平安。那我想这个对社会也做了一个，除了119防火宣导以外，也让市民朋友对防火意识还有对消防人员的一个重视，那也希望市民朋友还有在境内都能够平安，消防人员还有我们疫情也都能够平安度过。消防中正分队的高塔会记楼已经是要100年的古迹，过去就是攀援守护安全的千里眼，也是台湾光复初期唯一的消防据点。这回结合火神爷的守护甲花灯的记号，除了意义，更难能可贵的是，会中要来自日本群马县的花灯交流。等台元宵过后，就有1000粒的花灯送到日本，展现台南甲日本姊妹市的友谊。这个灯笼到群马县之后，受到他们的好评，我们去年就寄了550颗，550颗。那今年他们希望要更多，那我也希望说建立这样子的一个防灾可以建立一个相当友谊的友好的一个交易那我希望就是透过灯笼大家建立最好的友谊，那也让小朋友在电视上看到他的灯笼在吊挂在日本在这个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出国，也让小朋友多了很多的一个惊喜。大队长表示，花灯绝对不是单纯为了挂来挂，而是有守护、教育、文化观光，甚至国民外交等侪意义。所以每年消防局也拍算调向串联文化园区的古迹加防火宣导来扩大办理。台南新闻管及何长芳采访报道。
为了协助台南市防疫加强安全防护，有生意公司热心捐赠1000剂快筛试剂，要互咱社会福利机构加服务据点的人员来使用。到下晡正式举办捐赠仪式，场面相当危险。卫桥生医是台南在地制造检测设计的原料厂，近年来因应疫情，国内检测需求大大增加。便致力伫咧研发快筛试剂的原料，供应予国内侪间生技大厂使用。为协助防疫，卫桥生医伫年前就已经捐了500剂快筛剂，予市府运输处。现在佫加码，佫捐出1000剂予社会局，提供予咱市社福机构工作人员使用。市长黄伟摕9日下晡，由社会局长陈英基以及立委林英景服务处执行长朱正轩的陪同之下，代表接下这份防疫大礼。非常感谢北桥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善行义举，来捐赠台南市政府还有社会局1000剂的快筛试剂，能够提供给在机构中间的一些工作者以及我们的社会局的社工。能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护哈。我们除了建制安全存量之外，也感谢卫桥能够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及时雨，尤其庄董事长和郑执行长2位都是非常年轻的企业家，能够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让在第一时间我们的充实我们的防疫量能。也很谢谢朱执行长的，就是非常的热心，然后让我们在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期，然后可以做一些微薄的贡献。那其实，在年前有缺快筛试剂的时候，我们已经先捐赠500剂出来了。那也是朱执行长的帮忙，那非常感谢。社会局表示，这次这1000剂快筛剂将分别提供予咱市长照、日间作业设施、营利及家庭单位服务人员以及职工使用，也希望透过卫桥生意的合作，会当号召偌济社会企业以及公益社团共同防疫，做伙守护市民的健康。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日本主题市场内有真侪料理单位，嘛是前往日本旅游推荐的景点之一。但有一对从事旅游的母仔囝，因为介意这款用餐的气氛，所以伫复兴公有市场嘛开了一间夜间餐厅。新奇的用餐环境吸引不少消费者的高观。美食报备啊！白天是菜市场，在晚上改换成为夜间食堂。这个位于东门路桥旁的复兴公有市场，在里面目前有几家小餐馆在这营业，其中这一间看起来有点像是来到日本竹地市场氛围的摊子，就特别引人注目。原来这是一对原本从事旅游业的母女，因为想要营造出像是日本竹地市场又有台南特色的宵夜摊所精心打造的成果。我跟我妈妈，我们2个是做旅游业的，然后因为我们蛮喜欢说就是日本的竹地市场，然后所以我们想要把台南有打造一个像日本竹地市场这样子的景点，对，一个地方。不止台日的风格混搭，就连餐点料理也一样国际化，从披萨、意大利面到季岛湖、各行恩前，跳动的组合也吸引到不同的课程，蛮特别的啊，蛮有那种从前呢，小时候那种气氛，很轻松，很特别。对，就是像在自己家里这样用餐这样，很适合来这边吃宵夜，很有气氛的感觉，很像在日本。它的东西都蛮好吃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吃起来很舒服啦，因为是在那种菜市啊这种地方啊，不像那种大餐厅啊，或者这种人吃起来比较拘束哦。那这边你想吃什么，要大口吃，然后口味也不输一般餐厅啦。我们餐点的特色的话，像我们比较有名的是明太子奶油蛋黄面，那这个的话是用日本的战旗乌龙面，然后去搭配上日式的白酱下去制作的，所以那个口感会很特别。香肠的话是我们的
像是我干妈自己私人自己做的，对，是在外面吃不到口味，它是古早味的。有特色的用餐环境，加上亲民的餐点价格，也让这家店渐渐打响了名号。观众朋友，下次如果想找不一样的宵夜体验，或许可以来复兴夜间食堂来试试口味。记者张秀维，台南报道。为了安平香港内渔港岛大小月湾周边，日前台湾港务公司提出扩大都市计划边境，将该所在纳入都市计划范围。而专案经过内政部都委会审议通过，未来者渴望发展成安平水华观光的全新风貌。台湾港务公司为着要让安平港更好利用这个在地自然风景优势，提出甲临港洋滩地和新生地等范围来进行都市计划。未来甲安平5期中卫区游艇埔头和渔港岛南边香港范围土地来进行整合规划，来凸显地方发展特色，并建造优质的水化环境。要的一些这个服务性设施啊，也允许在这个新的大雅月牙湾里面来设置方便相关游客。来这边游憩来做一些水域活动包括有一些这个道路的打通停车位的这个增设还有一些必要的这个服务性设施比较简单，可能要一些餐饮的部分也可以在这个大峡月湾海域部分来进行那我们渔光岛的这个规划，实际上我们现在也结合像我们那个雅果游艇港的建设走到这个渔光桥过来之后。再结合我们现在渔光路两侧很茂密的这个防风林设施然后再走到大小月牙湾的这个海边的部分会构成整个这个游憩带的形成那这个可能就是这个我们台南市最靠近我们市区中心区一个非常好优质的水域游憩活动。这摆都市计划根据渔港岛目前有天然的资源，用加度开发将近45公顷的土地为定港埔用地。兼顾观光休闲推动海岸的景观，打造台南市休闲新的景点。未来都市计划定数完成了，港务公司会来加速推动安平香港的观光建设开发，甲安平打造出新的水化风貌。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今年因为气候热热，各类菜大出个俗价，其中为替体谅农民辛苦，发起用行动消停菜农认购，同时主动邀请企业团体认购，并且转送予担起弱势老人、身心障碍等社会福利团体。由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结合台南市政府共同发起的用行动来停菜农的活动。9号上午，伫个柳营区的中兴宫头前的农地来举行，邀请企业甲团体共同采买将近5000粒的高丽菜，将转送予台南市照顾弱势老人、身障、甲儿童少年等社会福利团体，帮助弱势。如果说价格太低，会影响整个蔬菜的行情，所以现在把它采购起来，直接给一些社福团体，那避免流入室内市场里面，影响到整体的蔬菜价格，这个是暂时的一个方式。不过因为春耕马上要开始了，所以说这个里做的蔬菜应该产季就赶快就会结束掉。那我们希望说这些里做的蔬菜不要再流进去在市场里面，所以我们也请农业局跟社会局来配合，能够把这些蔬菜有效的去化掉。去化的方向主要是一些社福机构或是一些团体。市长表示，高丽菜营养丰富，今年因为气候较热，高丽菜大出，为了避免影响整体蔬菜的价销，市长甲市党部希望企业会用响应，用认买的方式，一方面会用帮助农民，另外嘛会用帮助弱势来做公益。上午的受赠单位包括卫福部台南教养院、关田老人养护中心以及社区关怀据点，总共128个机构加团体受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为迎着台南成为安心生育的优先城市，市府积极建立公共托育家园，嘛不断推动准公共化托育服务，甚至率先全国试办夜间的托育。据了解，目前伫生怀夜间托育正在招生当中，欢迎有需要的父母提出申请。为达到好生好饲的目标，成为少年父母打拼后盾，所以市府以安心平价为前提，积极伫全市打造公共托育家园。当然，依照现在法规，拢是立时将婴幼儿送来照顾，暗时带回去。不过，因应南科高科技厂商组织的区域，员工爱轮3班制，也是2岁以下婴幼儿暗时无人照顾的需求。所以，社会局特别向中央提出暗时试办创新的计划，对暗时10点到加工上午9点的托育服务，目前正在招生当中。台南市夜间公托的一个设置状况，我们就是因南科的新兴的一个工作形态的需求，那我们设置在上化。那之前的招生是以就是父母双方都是夜间工作或是轮班工作的家长来作为招生的幼儿的对象，但是因为就是招生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放宽的对象是只要其中一方是夜间工作或轮班工作的一个家长就可以来报名送托的部分这样。那现在持续招生，那欢迎就是有需求的家长能够多多的来报名。消局表示，夜间公共托育家园的地点特设伫靠近南科的生化，收费15000块。只要父母需要暗时固定轮班，拢会当提出申请。根据了解，该试办的计划一旦招生完成，佫是淡市率先全国实施。台南新闻管制何超芳采访报道。但病院表示，日前有一名队中的病人，去年因为疫情一直无去病院治疗，一直到去年底队中愈来愈大，煞袂入去，才到急诊，透过外科医生评估，以腹腔镜的修补手术，才顺利出院。疝气的成因一般拢是因为腹壁的肌肉或者是筋膜因为受伤、老化，或者是先天性的缺陷，变得较薄弱，造成肌肉或者是筋膜逼开。和部分的肠啊，或者是内脏痛出去，一般常看的就是出现伫个四肢部的腹股沟，而前段性的疝气是常看的并发症，也就是肠啊落里疝气囊卡掉的，煞袂转去腹腔。为了避免肠啊坏死，必须要透过外科来手术。一般来讲，疝气在那个西方医学的治疗上面，大概是没有什么药物或者是其他的保守治疗可以做啦。那目前大家都是以外科手术治疗为主。外科手术又分成所谓的传统手术跟微创手术。传统手术的伤口比较大一点，大概一般来讲会在4到6公分左右，疼痛感也会比较重一些，大概要休养个5到7天。那微创手术的话，伤口比较小，复原会比较快一些，通常疼痛大概1到2天。就会明显的改善，那后续的恢复当然会比较快一些。那所以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存在的时候，尽量是早一点来处理，不要拖到有卡住了没办法处理的状况，或者是说拖延太久，造成这个洞越来越大。那之后在治疗的时候，因为洞越大，未来也有可能复发的几率会更高，所以可以的话，疝气是尽量早期治疗，也比较不会有后续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并发症的产生。卫福部台南病院对2016年引进腹腔镜的疝气手术，到目前累积超过100名的病人经验。因为腹腔镜甲传统的手术比较，不但空隙较小，而且复原嘛较紧。同时，腹腔镜对着两边的疝气，或者是复发性的疝气的处理，嘛较具有优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2月9号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